你好。Nice to meet you 啊，我叫林安邦啊。谁我看。就是他，林安邦，新兵。哟，林安邦是吧？啊，哪人啊？报告队长，四川人。四川人怎么一股东北味儿？啊，咱部队不都来自五湖四海吗？我这左一代右一代给带偏了。四川人就是实在啊，比那些油嘴滑舌啊，整天找我们卫生队小姑娘的那些人强多了。哎，你看看人家，一听说征集肌肉和静脉注射考试志愿者，立刻就来了。为他这种为医学奉献的精神，你们要学习。不是，我没明白，什么肌肉静脉注水不是注射？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考试志愿者，咱们旅不是分散点比较多嘛，所以每年都要培训一批懂急救、懂注射的卫生员。正好呢，今天是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的考试，谢谢你给我们大家当活体啊！来，大家鼓掌。先别鼓掌。队长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啊，我不是志愿者。哟，不是志愿者啊，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类油嘴滑舌，找我们卫生队小姑娘的了。也不能这么说。几连几排几边的，连长是谁？严明，打电话。是。哎，别，等会儿。5个人，5针是吧？不是，肌肉5针，静脉5针。肌肉哪儿啊？就是打屁股啊。那这样，我先回去想想啊。来，严明打电话。是。哎，别，算我倒霉，10针就10针吧。10针啊？你以为他们一次就能成功啊？那就不用来补考了嘛。不是，你们怎么还来补考呢？你还好意思笑，还给我打招呼呢。队长，那个无病来卫生队，条令应该怎么处理啊？那得看我怎么和你连长描绘了。你说你1张嘴，他们5张嘴，你能说得清吗？啥也不说了啊，咱就当交一个朋友。是先拿屁股还是手呢？屁股啊。来吧。知道我最恨什么吗？窝里斗。
想打架是吧？来，冲我来！告诉你，早在几年前，我一个大飞脚全把你们踹飞了。回去都好好想一想，什么时候把打架那点劲儿耗尽了，什么时候睡觉。没办法，虽然呢你们是训练营的教官，但是呢，你们给选拔营制定的指标连自己都达不到，那你们怎么去说服别人呢？啊？所以说，这次选拔赛啊，还是要辛苦几位老同志了。你们啊，还是要身体力行的去参加一下吧。旅长，你放心，就别说选拔赛了，就给我们几个更艰巨点的任务，我们老哥几个一样完成，是不是？老兵不身先士卒，谁身先士卒啊？明王，啊？老陈啊，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是有意见，旅长，这事不科学。参加选拔营这帮小伙子可都是18、19、20郎当岁，正当年呢。我们这都快50了，同样的科目，你让20岁的人跟我们一起比赛，我觉得有失公平。那旅长，我也说两句。我听说就这次比赛吧，赛程比较长，项目比较多，科目呢也比较复杂。说心里话啊，如果我们18、19岁，我们啥也不说，拎着枪就上。对。可是疯子说了，就我们这年龄了，你跟他们小孩一块儿，说好了嘛，让我们当教官，也没说让我们一块儿参加比赛。是。那老侯，你怎么看？我同意他们俩意见。哦，你瞧瞧，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咱们不能一触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就立马跳出来反对啊！既然你们是教官，你们就应该能做到你们要求学员能做到的一切，是不是？不，旅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是吧？那个，打个比方，舞蹈老师5、60岁了，他可以教学生那个动作要领和技术要领，但是你让他亲自摸爬滚打，毕竟岁月不饶人，是吧？哦，那照你的意思，真打起仗来，我只能去指望那群新兵，你们这群老兵根本用不上了，是吗？不是这意思。不都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岁数大是理由吗？你们以前不这样啊？这旅长给咱们一个跟年轻人同台竞技的机会，展现一下咱们的实力。这一个个的你们，我老狼说话都不好使了是吧？老狼，我们3个人看你的，只要你想通了，我们肯定跟着你一块儿上。旅长，我老狼，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这就对了嘛！啊，几位老同志啊，我的王牌号手选拔营就拜托你们了，把士兵交到你们手里啊，我是1万个放心。你们参加选拔赛的意义啊，
远比获得名次更重要。你们代表的是老兵，老兵的精气神儿就靠你们去展现了。是。同志们，今天的天儿有点冷，但是我相信你们每个人的心里此刻都是火热的。组建合成连是我们2期领旅自移防以来的一件大事。组建合成连的目的就是要组建一支快速反应、快速机动、快速发射、精干高效、高技术型的合成连队，要求每个人都能够一专多能，精通多门技术，具备多岗操作能力。我们要打造的就是火箭军的特战队。我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战刃连。为了连队的组建，我们还特意的组建了今天王牌号手的选拔营。别的不多说了，你们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就说明你们的心中已经有必胜的信心。一条原则：上至1级军师长，下至列兵，想进战刃连的，必须经过选拔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毕竟战刃连是我们2期领旅的骄傲，战刃连是我们2期领旅的尖刀，而你们就是锻造战刃连的基石。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2期领旅的4个宝贝。这位是郎永成同志，是我们2期领旅最年轻的军士长，驾驶员号手，10几米长的导弹车在他手里游刃有余。如果能插上翅膀的话，他能开到天上去。这位是侯继东同志，到，瞄准号手，也是侧发控号手，发射过3枚导弹，1等功2次，2等功4次，3等功不说了，数不清。这位是王雪明同志，到，风水先生，带机库，镇管物业负责人，所有的水电风都归他管，找他请教没有问题，但是物业费1分不能少。还有最后一位是我们陈浩峰同志，到，所有的技术检测都在他这里，如果没有他的点头，任何一枚弹都不可能进入到战斗部队。这么多1级军团长，我听说比将军还少。是吗？那我就当1级军师。我这个气质，我觉得我也来一将军。背包里装备的是未来几天你们在选拔过程当中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物品。最后，祝大家在选拔赛里玩得愉快。有，我就是在算啊。你说咱比赛时间有3天，那也就是说1天1袋饼干，1瓶水，那这3天这不饿死了吗？饿死什么呀？咱们比赛当中没准每天发点零食什么的。什么？想什么呀？还零食？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啊？这个就是那个指挥官说的放弃发射器，只要坚持不下去的，一按这个按钮，比赛马上终止。连后路都给咱们想好了，还想零食的事儿。
不对呀，哪儿不对啊？没有手指啊！你要手指干嘛呀？这比赛3天时间，那不得拉个屎啥呀？3天时间就给了3瓶水、3袋饼干，你能拉得出来吗？我能啊。哎，看没有？我说什么了？我说有零食吃吧。哎，你看，还每日坚果、卧龙。学生们，作为你们这次选拔赛的指挥官，你们放心，啊，我一定24小时跟在你们的身后，但是绝对不会给你们提供任何的帮助啊！报告，行。您这一车零食是给我们准备的，还是给您自个儿准备的呀？绝对不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的东西都在你们的袋子里呢。还有问题吗？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啊，抓紧时间吧。祝你们好运 ，Good luck， 再见。那咱们去哪儿啊？地图上指示的往东走，咱们就往东的方向走。怎么那4个1级军事长不见了呢？哎，欧阳俊呢？哎，那小子早走了，早迫不及待了。那我们也走吧，走。这叫什么事儿？一把年纪好不容易当回教官，还这帮年轻人在这瞎混。你说，要赢了吧，胜之不武，作弊嫌疑；这要输了更没脸。哪那么多废话？你看看包里装的是什么？我看，来，老婆蹲下。哎呦，行。看看驴里边给咱们准备了什么啊？哎，哟呵，自嗨锅，黑椒牛肉型的煲仔饭，这玩意儿最时髦了，现在啊。你再看看还有什么？啊，老狼，牛奶、面包、香肠，应有尽有。我看旅长都说了，让咱们几个老兵参加，就是为了让这帮新兵知道，咱们几个能做到的，新兵一样能做到。你看看新兵背包里装什么，再看咱这高配，这还差不多吧？啊，走吧。好，走，追上来了，是了。队长好。行，老狼。行。啊。我明白了，一个个心思多着啊，跟着咱老兵心里踏实。等战刃连成立的时候，我挨个去把这帮小子臭苗病全给搬走。干什么呀你？还说人家？他们当新兵那会儿不也这样吗？眼巴巴的跟着老兵走。那是你。有能耐跟紧来！
老吕啊，我本以为咱们搞这个选拔赛啊，是把大家集中到一个比武场，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我真没想到咱们旅长用选拔特种兵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哟，不是，这话里话外几个意思啊？怎么还质疑上咱们旅长了？我没质疑啊，我觉得好，特别好。想进咱们合成连，必须要过第一关，那就是生存和体能。有的时候啊，觉得咱们旅长真挺厉害的，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可他按套路出牌的时候，没人赢得了他。哎，老少啊，旅长啊说的对啊。什么叫火箭军？火箭军就是有火箭的时候，咱们能发射火箭；哎，没火箭的时候，咱们能当特种兵。要在多种生存模式下，哎，样样精通。老天地，小弟在这儿，这是环帽。我看你们走得慢，怕你们出危险，一会儿来看看。你走丢了就走丢了呗，没人笑话你，我都走丢了。来，一起。来，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现在我们在这儿，从这儿出发，经过这个山，绕过这条小河，就可以到达 A 据点。截止日期，明天凌晨。这是要让我们赶夜路啊！没办法，白天赶不完啊。欧阳，把你的指南针给我看看。你也觉得出问题了？你看，我猜的没错，4个指针，4个方向。这是在给咱们出难题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你看这4个指南针里面指定有1个是对的，是吧？你能不说话？怎么我说错了吗？不，那是废话。4个指南针指了4个方向，肯定有1个是对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4个方向都是错的。你觉得哪个是对？我觉得那边。一般在森林里面，密集度比较高的地方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边。我也觉得是那边。我们看一看指南针，看哪个是对的。来，都不是。所以就是那边。走，走吧，嘿嘿，找对方向了。怎么了？我再想想。没错的，走那边肯定没错。如果我们方向判断错误，可就前功尽弃了。那照你的意思，咱们还得先成立一个组委会呗，是吧？再搞一个可信性的调查小组啊，最后再打一个报告，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是不是？天霸，我只是对方向的正确性提出一些质疑，你没必要在这挤兑我。我没挤兑你，哎，是你说这边是东啊，夏卓也觉得这边是东，那我跟叶子梦都觉得这边是东嘛，是吧？咱就往东走不就完了吗？错不了的。那如果判断错误呢？错了再绕回来呗，你不刚才也绕过来的吗？走了。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地貌和地图上的等高线的比例是相同的，所以没错，那边肯定是东。对，咱们一起往前走。对，我刚才看老兵们也是往那边走的。再确定一下吧，稳妥一点比较好。哎呀，欧阳俊啊，你这个人吧，啊是吧，挺聪明的啊，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啊，犹豫啊，纠结啊。你看，啊，你看，你往大胆了看，人家都往那儿走，你随大溜错不了的。走了，还可以。这样，你们3个先走，我再想一想，如果方向对，我就追上去；如果错的，到时候再说。
没问题。我们先走，走。哎，山叔，这什么意思啊？日落西让红霞飞，赶着大把云飞，把云飞。晚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比赛奔跑满江水，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嘿，1、2、3，走！拉一把。哎呦你！老王这位置怎么样？南北通透，交通要道，这地儿合适。那怎么着？啊，你呢？睡吧，睡吧。哎，这4个点怎么不动啊？对呀，所有人都往东走，只有这4个原地不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这4个老家伙啊，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没准啊又想着憋什么坏。别管我们，我们睡会儿觉啊。还有人爱看睡觉。哎，他们怎么休息了？大半天了，怎么开始睡？就是这时候就睡觉，现在就睡觉吧。你们跑吧，你们长身体呢，你们多跑会儿啊。我们先睡会儿啊。别跑了，咱们走，继续。我们接着跑吧。别看他们，走吧，走，继续。哎，走，你去看看。班长，4位老班长，班长，嘿，班长你好，班长，你们是在这儿睡觉吗？走，该干嘛干嘛啊！不是，班长，我们这儿正式比赛呢，你们哥几个怎么跟这儿睡呢？我说你们听不懂人话啊，叫你们走，别打扰我们睡觉。啊，叫你们走呢！啊，走。我知道了，知道什么呀？哎呀，他们几个，那子金是比不过咱们，是不是？就舍不得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哎，跟这儿磨洋工呢，睡觉呢，这。哎，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紧这4位老兵。我觉得他们肯定有不一样的办法，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睡在这儿。哎呀，我知道了，咱就这样，咱就跟着一块睡不完了吗？干嘛呢？没长耳朵啊！叽里咕跟蛤蟆坑的，滚蛋，滚那边去！哎，滚！啊，喊什么的都惊着了你！哎呀，走！这是比赛呢，不知道吗？你不往终点走干什么呢？你们懂事，哎，比赛现在就撤！你们盯着我这儿走啊！哎呦我天哪！哎呀！哎呀！快睡觉呗。哎呀！啊！我这次是真明白了，我是真想明白了啊！想明白啥呀？你别说他们是真的困了，他们是不是真的困，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是真的在睡觉。说这话跟没说一样。怎么跟没说一样呢？你们想想啊，这4个老兵是谁？他们是王牌号手选拔赛的教官，教官来参加比赛只有一个目的，啥目的？赢啊！而且必须赢过我们这帮新兵，不然以后他们在训练营连说话权利都没有了，对不对？对呀，那然后呢？我们4个的指南针方向不一样，难道他们4个的指南针方向就一样了吗？啊？哎呀，小朱，你挑要紧的说。我想啊，他
他们4个的指南针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哎，老马，搭把手，买了算了。哎，别，我这越听越糊涂了啊！哎，等于是咱们旅里搞了个这么大的比赛啊，完了每人给发一个指南针，然后所有指南针还都不指南，啊，给咱们弄得一顿乱跑，是这意思吗？指南针指的方向肯定是不正确的。其次，老兵白天不愿意行动，待在原地睡觉，只有2个目的：一，晚上他们可以利用北斗星、喜明星作为定位方向；二，白天人多眼杂，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群人跟踪他们，晚上不容易被跟踪，正好避开人群。结论就是老奸巨猾。老兵的方法肯定没错，只要按照老兵的方法，肯定没错，是不是？我听明白了，那咱们现在就应该睡觉。对，睡觉，睡觉。哎呀，这我行啊！哎。战术成功，没人尾随了。现在睡觉，上套了。里边几个新兵正宣传睡觉，睡着了吗？打呼噜。喂，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哎，怎么了？有蛇了！蛇了哪儿呢？哪儿呢？什么蛇呀？老兵已经开始拔了。这是假装睡觉，把咱们给迷惑过去了，计谋啊！要不说他们老奸巨猾呢，赶紧跟上。哎，怎么了？哎呀，又要拉屎啊？哎，不好意思，正有此意。哎，不是吧？我刚才就已经跟你们预报过了，是不是？我说过我肚子不舒服了。赶紧，书记拿去。可是老兵已经走远了呀。要不这样，我先跟着，我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也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连吧，3分钟行不行？哎，这没问题，1分钟搞定了，憋不住了。哎，你赶紧走。行。一会儿你们跟上啊！啊，放心吧。有轮胎印儿的地方肯定通路，最起码是条大路。然后呢？这一条轮胎印儿里有一条是刚刚压过去的。 1条、2条、3条，3条轮胎印儿，咱们跟着哪个走？这条是吕征吉普车轮胎印儿，跟这条往前走准没错。 哎，
你别喊，别喊！我去，别往这儿看，你往那边说话。从那边说。哎，你那么哭，别看着我说话，你从那。哎，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呀？哎呀，你吃啥我吃啥，甭废话，咱俩一起吃的。马上就跟不上下桌了。哎，等会儿他走远了，咱找不着他了。行行行，我知道了，你别催我。哎，慢慢啊！那个出发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了吗？咱们背包里就只有3瓶水、3袋饼干，就是没有手指嘛。怎么了？怎么？你记得你还不帮我找手指？我这没手指啊！什么时候了？你要手指？来，哎，你旁边那树上、地下全是树杈，你拿树杈刮呗。话，这都是松树啊！你让我拉大锯扯大锯啊！你赶紧帮我找纸去，啊！行，哎，你在这等着啊，我去给你找树叶啊。哎，等会儿，最好是有手指，啊！行了吧，你这臭死了，还纸呢。哦。从这里往前，大概3公里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往 A 点继续进发了。天不早了，我们行进的速度赶不上4个轮子呀，必须找个地方休整一下。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呗。这边，前面带我。梦梦，你在哪儿呢？我腿都麻了。逼我！你看，思想无法不，办法总比困难多。来妈。来妈。来吧，拉谁把自己拉丢了？来吧。不是。我，咱笑什么呀？啊！走走走！你瞧瞧，你瞧瞧对不对？幸亏咱带了显民啊！啊！要不咱在大山里找个山洞呢，咱得绕多少圈啊？还得是风水先生。哎呦！按山的走势来说，这块应该是个山窝或者是山洞。似曾相识啊！啊！先生，还真不知
知道有这么一出哎。老兵应该往那个方向消失的。别犹豫，走。班长，是我们。哼，鬼鬼祟祟的，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跟踪我们啊？班长，这不叫跟踪，这叫偶遇。我们也是找到这条路了，对不对？对，本来是跟着来着，后来就没跟着嘛，然后就碰到了嘛，这也算缘分。行了，别瞄了，没人嫌弃你们。那两个呢？啊，刚才发生了一件有味道的事情，他们俩暂时走丢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一会儿会把他们找回来的。拉野屎去了。还是老兵有经验。不用担心，他们两个身上都带着红色按钮呢，熬不住了一按，有人救他们，踏踏实实的。见到你们就踏实一半了。班长，手下留情啊。行了，算你们幸运。啊，遇着个风水宝地，一块儿凑合一宿啊！啊，允许你们休息3分钟，让我把他俩找回来。连帮，连帮，小子跑哪儿去了？连帮，连帮！哎，子萌，我这儿呢，萌萌。哎，哎呀呀呀呀！哎，啊，跑哪儿去了？我这不找你去了吗？找我不让你在这蹲着别走吗？啊，拉屎把自己拉丢了。我是找你的时候，我找迷路了。行了，我也走丢了。那，书记，哎，什么意思啊？呀得空的呀，问呐呐！这行了，别闹了啊！什么时候了？下周都已经走远没影了。你看看这片树林子啊，天黑之前走不出去，咱俩全完蛋。走吧。没心没肺。一走，回来，怎么了？回来。快走吧，着什么急？慌什么慌啊？看看这个，我跟你说，我要干一件大事儿。老郑，你说在这种有限的补给、极限的体能状态下，这帮新兵能挺住吗？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吕征同志还有这么柔软的一面呢。放心吧，咱们的保障队就在四周，伺机而动。只要有人按下这个放弃按钮，救援队就会立刻出现，人身安全绝对会有保障的。咱们旅还是想得很周到的，放心吧。连帮。哎，用火手套。
走，快！来嘛，啊！连报！连报！连报！联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连邦，没想到你这个老农民还会开车啊！嗨，这就是你们城里人见识短了吧？啊？你以为我们现在放羊了？啊，还都骑驴呢？在我们那儿啊，这种车是不是个个都会开？知道吗？哎，你能不能慢点开？心肝脾胃肾都被你颠着。我不，好久没有这么奔放了啊！我跟你说，哎，这猛士啊，你别说，真勇哎！那跑起来有一种呜呜的啊，回到故乡放飞自我的感觉啊！啊，哎，是谁把咱们翻了身呢？是谁把咱们得以解放嘞？邦邦啊，你说这事儿咱俩是不是干的太过分了，欠考虑了啊？哎呀，你说接下来部队，你想太多了你啊！我跟你说啊，这按钮是不是是我按的，对不对？这车也是我偷的，跟你没有关系是吧？咱们现在就应该唱起来，哎！连邦，哎，连邦，这不是连长的声音吗？是啊，哪儿呢？连长，连长，连长想，看没看见连邦和易子梦这两个孽畜？没有，之前连安帮去开了个大，然后我们就走散了。我们怕他们危险，所以去来找他们。连长，你也在找他们？这两个家伙谎称说有危险，摁了红色按钮，我好心过来找他们，结果这两个小子把我车给开走了。哼，连安帮还有这个？等让我抓住这两个小子，我就让他们知道危险是怎么回事。连长，要不我们先去待机库吧？待机库？哎，班长，哎呦，几位都在这儿呢。连长，哎，没事，坐，吃你们的，没事，坐，你也坐，班长。班长，你坐，吃吧。你这怎么过来了？有一个臭小子按求救信号，我过来找他，结果人没找着，把我车给开走了。谁呀？联邦。瞅啥呢？咋的呀？老同志，吃点好的不应该啊？应该是应该，但是我就觉得吧，既然是比赛，
是不是得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了呀！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找联邦去，是吧？咱们连那些庆功宴还有那些好东西都在他开走那辆车上。弄完了啊？这东西肯定没了。没了？卖了呗。卖了还能给？哎，同志们，恶劣的条件给大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啊！组委会知道大家都躲在这里，处于这个物资的紧缺，所以组委会呢特意安排我和这个易子梦同志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便利的食品，品种非常的丰富，哎，价格呢也非常的公道。来，靠过来，哎，靠过来，来啊！对着，来，跟上步伐啊，来，可以开始购买了啊！哎，咱这不是比赛吗？怎么比赛还可以买这么多食品啊？哎，我说联邦，你不本身也是选手吗？怎么跑来给大伙卖东西了？哎，别乱，听我说啊，我呢，之前确实也是一名参赛选手，我按下了这个红色的按钮，哎，我放弃比赛了。连长一知道这个情况啊，那就物尽其用，给大家送一些吃的嘛，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燃眉之急，好不好呀？是吧？你这车上的东西是你的还是连长的？就是。哎，说什么呢？啊，连长怎么可能来卖食品？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在这种紧要的关头，连长能进着这些什么坚果呀、饼干啊、喝点水啊拿过来贩卖吗？啊，不是这人，知道吧？这是连部的，这不是考虑到这个条件非常的恶劣吗？让大家补充，让大家补充一下呢，也不能白补充。这个回头这个连里的账啊什么的呀，杂七杂八的，是不是该对的也得对上，该走的也得走啊？应该，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啊，什么价钱进的，什么价钱卖给大家，啊，我这个物品啊不是特别的多，哎，你们呢还不能都买光了，待会儿我还得到下一站接着卖，懂不懂？别乱，哎，一个一个来啊！你需要点什么？给我来包坚果。哎呀，老铁啊，我就知道你有品味。这个坚果，哎，没有任何添加，既补充了能量，还不长胖。安邦啊，但是我们出来比赛，身上也没带钱，你看。行，这样，一子梦，来，你给大家把账先记上，咱们回头一块儿算，好不好？好，来，得到那儿记账，一子梦记上啊。来，过来，安邦，我也要2袋坚果。哎呀，水拿好，坚果走你啊！还有罐头，坚果罐头。这是你说的，只要能赢，不计手段。看见了吧？他们这会儿都会上餐了。这有什么？真打起仗来，能活下来才是本事，不是吗？是，能活下来就是本事。可是他把偷过来的东西给卖了，你觉着合适吗？哎呀，这事要是别人干的，我肯定也气疯了。可正是因为是林安邦干的，我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了。不过，该给他们点苦头吃，他们还是躲不过去的。螃蟹，慢点喝。长途拉练，老兵们的规矩就是，凡事5、6成饱，周水也是一样。是，只有这样，技术才能长留，才能有能力应付特情。就是特殊情况。还是老兵好，新兵都愿意跟着老兵，准没错。这几个老班长岂止是好啊！就说我身边这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司机，导弹车司机，老司机。连长，开导弹车很复杂，很复杂吗？哎呦，你看啊，一辆导弹车10几米长，中间还夹着个导弹，你根本就看不到反光镜。假如说你正常的走直线，那还可以，那万一要拐个弯呢，或者你要掉个头呢，或者你拐弯掉头，在一个大雾或者极端的天气下，你开一开，你试试行不行？那马路就4、5米宽，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差不多了，我这人不经夸了，少说两句。这怎么能是夸呢？实事求是呢，班长。没你说那么复杂，这熟练工开时间长了就都可以。这绝对不是熟练工啊！给你们讲一个典故。几年前，9道湾路面上塌方了，车就卡在崖壁的路口，你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司机能把这车给他弄出来。不，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叫老狼。嘿嘿。老大好，我可记着呢啊！当时是我通知的你，你在那车队正训那学员呢，是吧？那可不是一般的心理素质，碰着谁都得哆嗦。也就是他稳稳的往那一坐，面不改色心不跳，稳。哎，我这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这是没让你们看出来。不，这个哈，是我们270里的典故，你们说牛不牛吧？行了，真拿换话题啊！你那车还丢着呢。哎呦，班长，你这，你看你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这真行。连长，其实我一直想问你，这联安帮算是弃权了吗？这何止是弃权呢？我告诉你啊，他怎么给我吃进去的，就怎么给我吐出来。哎，连长，我一想那小子不会捎带手把你那车也给卖了吧？真是的，敢！哎，行了，几位班长，我呀叫了辆备用车，我还得赶到咱们的训练基地去。你们几个都担待了啊，我走了。该走啊！拿到菜锅。哎呀，不用不用，你们吃吧。你们两个臭小子啊，自求多福吧啊！你大晚上注意点安全啊！知道了知道了，好嘞，走了啊。你干嘛去啊？我得去救李安邦。为什么呀？如果他被淘汰了，就没有办法去长老村了。他去不了长老村，是因为他没遵守比赛规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他们不能完成比赛，那么比赛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凭着我的记忆，我能知道李安邦可能会出现在这几个地方。如果他开车，一定会经过那几条道路。你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一个大门。
小卓，到底要去哪儿？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算，根据季风风向、河流河道流向、废弃洞后的开口方向，还有口径的推算，我简单算了一下，刚才那个废弃的洞口应该是东风161的发射阵地，因为大型的导弹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刚才的大门。按照常规的设计，既然那个地方有一个出口，它附近一定隐藏了很多的通风管道，而且这个洞窟一定延伸到了河流的彼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运输的距离。所以结论就是，只要我们找到通风管道的出入口，就能够进入到洞窟。只要进入到洞窟，我们就能够到达河流的彼岸。你这个想法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相信我，跟我走，没错。现在就弄死你，把我们车偷走了，我们开回去，这不过分吧？一会儿他们要是问起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你看，我说的是对的吧？打把手。确定吗？走。你说这通风管道味道可真够难闻的。这都封闭多少年了，突然打开，当然味道不好了。有的时候啊，还真是挺佩服这些工程兵的。你说这么庞大的项目，怎么建成的呀？一代一代的人啊，你知道修这个代金库有多少人常年在这个地下？先过去。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啊？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之前老兵肯定把这里打扫得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你还真以为有几个家政突然冲出来？你快闭嘴吧！锁死了。走，去那边看。我觉得这儿原来是个储物间。那个。来。就你们2个人啊？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我叫夏卓，他叫王俊。班长，这什么地方？你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伪装管道，这里曾是334旅的待机库，现在归咱们270旅。移防以后全部接管过来，这只是咱们庞大地下库的一个分支而已。恭喜你们找到了这次通往号手选拔营的唯一近路。你们从这儿可以照原路前行500米，在风洞的岔路口向左，那个地下通道直接穿过山区，到达第2天任务末端 B 点。哦，这是270的地下城。对，地下城很大，这只是一块儿。哎，班长，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吗？不然我站这干嘛？夏卓，你信不信？有的时候啊，不是你能力有多强，而是你的命真的太好了，这实在是太好了。这叫什么命好？这就是狗屎运。哎，你知不知道，原本我们3天的行程，现在已经至少结束少出来1天的量，而且这儿啊，水和食物补给充足，我们可以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早上再出发。还有500米，前面应该就是了。你去哪儿？我还是要把林安邦和易子梦救回来。夏卓，我知道有一句话你不愿意听。我只是觉得吧，越到重要的关头，兄弟就更重要。一个人，他只想着自己的胜利，而不顾别人的生死。就算他赢得比赛，他也只是一个孤零零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英雄。没有朋友，没有兄弟，拿了第一又怎么样？这事儿啊，以后咱别聊了。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我认为这是比赛，没有什么情不情理的。我们站在一个这么近的路上，胜券在握，有绝对的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就一定能拿第一的。
你去拿你的第一吧。你要不这么想，你就不是欧阳俊了。可按你的道理，你应该把所有人都接回来才对啊！所有人都是战友。可这是比赛，我也不是超级英雄啊。喂，谁啊？是谁？我问你，你是谁啊？夏卓。嗯，杨班长。哎呀，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你！冷不丁出来，枪！哦，边上。哎，班长，你们也找到这地儿了？我们这儿有风水先生啊。你王馆长，一看这有大门，就知道这有通风管道。有通风管道，那肯定有待机库啊。有待机库，我们等等，不过去。别聊了，这还憋着3个人呢，空气特好啊！哎，小卓，你先让让，往后退退。我们几个赶紧过去。里边确实是待机库，但是我现在着急出去救林安邦，要不几位班长，你们往后退一退。什么？往后退？我爬了10多分钟我才爬到这儿，你让我往后退就往后退啊？你个新兵往后退，让我们先过去。我是可以往后退，可是里边的班长说了，我只要出来了，里边的位置就暴露了，不让任何人再进去，因为这涉嫌我告诉别人。你这是拿起嘴来就敢说啊？这儿这么多人呢，就你一个人聪明，能猜出来这是通风管道啊？我们这些老兵都是吃白饭的啊！少废话，往后退！你就先往后退，你先出去一下，你让我们才能先过去。过去以后，你再去救林安邦、救一子梦，你救谁都行。快！那个是小夏是吧？是啊。你看看我们这几个老胳膊老腿的，实在爬不动了，你照顾我们，退退啊！我也是爬了好久才爬到这儿，要不几位老班长，你们发扬一下精神，你们先往后退。哟我去，我们一直跟你弹琴呢，能不能往后退啊？一个比4个，我们4个人的兵龄够你活养活养。别说了，老狼，你让边去，我过来掐死他！让你过得去吧你过，你让让，陈浩峰要过去。哎，这枪杆当头上了，干什么呢？帮忙！刚才发生了一件非常邪门的事儿，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哎，什么事儿啊？来不及解释了，赶紧收拾东西。好。
哎，你俩这鬼鬼祟祟的要去哪儿呀？那叠下被子，对，练一练。我主要是那个，这不是去下一站卖东西吗？哎，刘元宝，你那车哪儿去了？车都没有，上哪儿卖东西啊？哎，刘宝，车呢？对，那个没事啊，那个我和联邦还有别的事儿，你们该睡你们睡你们的啊，睡吧。对，哎，你们睡。骗谁呢？不是越想心里越没底。你们东西到底哪儿来的？到底是连长的还是连部的？就是啊，哎，连宝，你不会是做了什么违规违纪的事儿，然后拉我们兄弟们一块下了水了吧？说什么的啊？咱们都是革命军人啊，咱们就违规违纪了。我就不是偷了连长车，你在偷连长的车。哎，等会儿，好吧，我解释。哎，先别动，我跟你们解释。兄弟们，干他！干他！轻点头！瞧你们，我告诉你，我现在义夫当官啊，你现在生命危险，到时候老陈过来要掐死你。你就赶紧往后让一让，你让我们先过去，好不好？几位老班长，我真的没有骗你们。那里边的班长确实是说的不让进，就算你们进去了也算无效。你们想想，我这还是先出来，然后再碰到你们，我这理儿我都说不清楚。就算无效，就先让我们4个先过去，然后你再去救林安邦、救易子梦，你救谁都行，好不好？你有这说话功夫，我们都过去了，我们都。这飞车进干嘛呀？几位老班长，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啊，你们是不是会做跟我一样的选择？对不对？对不对？老陈，如果换成是你，你怎么办？算了，别煽情了，就怕这时候煽情。退，大家一块儿退。退。谢谢班长。哎呦，我这腰不行了，这是要了我的老命。陈老方，都是你心软，我真是见功了。腿呀，通道里硌了一下。没事吧？没事。膝盖都不舒服那种。出来。等一点。不好意思啊，几位班长，因为我暴露这个点，让你们没有办法走近路。你们赶紧上路吧，我去救林安邦他们。你一个人去啊？你这个事儿，要不让我们老哥几个知道，那也就算了。你让我们知道了，你就不能自己去。这不合适。我看了一下地图啊，地图上面说这条河是1分为2的，但是根据我对地形的判断，这条河是1分为3的。现在林安邦在这儿，B点在这儿，我们要救完他再绕回来，这很耽误你们的时间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去。你一个人能力够吗？没问题啊，我能行。行了，别啰嗦了，必须得救，马上就走，快，拉上去吧。走。哎呦，出发，快！